蟹，全部都是啊，不要怀疑，就是。一大群青白招潮蟹在红树林底下活跃。那台湾有11种招潮蟹哦，我们这一个区域就占了7种。丰富的生态区和夕照、藻礁并称新屋三景。1000多株水笔仔形成的防风林，在新屋溪出海口阻挡海沙强风。这一排都是30年，要长到这么大颗，在滨海里面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滨海里面的风很大，一般都会倾斜掉。水笔仔连台风都挺过。30年前发动村民从新竹、从红毛港把原生水笔仔再回来种的叶丝桂，也挺过考验重重。最大的挫折会来自于家庭，因为你整个价值都要花费在这边啊。另外一个挫折就是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样你在做什么，而且会做破坏性的。当时一股脑的拼劲，叶丝桂努力要让整治河川后新建的堤岸边不要光秃秃的一片。他向县政府力争划定红树林保育区，也不断地宣传海岸保护的理念。水笔仔长得太茂密不是好事，会把栖底的生态做挤压，让它这种生态，比来讲蟹类的族群它会消失掉。动植物能不能生生不息，常常存乎人的一心。叶丝桂珍惜并努力散播这片栖地上他感受到的生命能量。来哩维护太自然珍惜地球的自然。就是爱护大自然，珍惜地球的资源。你刚刚讲的是海陆腔，对不对？那四线腔我们讲说，维护太自然，珍惜地球资源。错。花30年在新屋溪畔打造的绿色长城，如今看来格外珍贵。回想当年，也幸好富裕水笔仔不只是梦想，而是实践。维持资源，做好生态保育。维持资源，做好生态保育。